全球数位科技发展哪来哪进步，真侪新形态的服务模式嘛对咧进步。伫个农历过年前，奇美病院甲中国人寿、生态数位生活科技研发中心共同合作，结合医疗、科技甲金融保险无同的领域，打造医病关系甲客户服务全方位的新体验。今天是共同见证奇美医学中心，还有中国人寿还有这个成大数位生活科技研发中心我们在医疗科技的结合。那中国人寿是台湾相当大的金融公司，那他们这个在病人理赔的方面呢，一直在追求准确跟这个速度。那我们这个结合开创以后将来的病人理赔，在关怀病人、照顾病人方面呢，能够得到更妥善的照顾。我们主要就是跨域，我们从医疗、科技到金融保险。那我们希望我们整个台南的市民呢，能够从医疗的咨询到就诊到理赔的服务都能够是享受到这种因为科技带来的改变那能够给客户呢，给我们台南的市民有更全新的一个体验的感受。咱的保险单咱拢知影拢真有人情味，就你个人的部分来做保险。但是未来呢，这结合咱的医疗，包括我们的一些医疗的数据或者医疗的分析，我们以后的保单会做到精准到位，就是过去的人情味，现在做到精准到位那这个合作方式呢，加上我们成大在这一方面也有在科技上长足的进步，也算是全国的创举。我们希望在台南市可以做到更好的精准医疗，跟我们未来的这种精准的保险，让民众的福利可以获得更高的保障。在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指导见证下，由奇美医学中心的院长邱宗庆、中国人寿的总经理黄淑芬，甲生态数位科技研发中心的主任庄坤达，三方共同签署合作的意愿书，提供保护未来伫个申请医疗理赔时，唔免再透过纸本，只要电子的签约，就能够真紧得到理赔，大大缩短申请的过程甲时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